順應天時，調和身心，一碗靚湯滋養四季。而家嘅天氣咧悶熱多寒，容易上火、口乾舌燥。最好嘅調理方式係清熱解暑、滋陰生津。咁呢個時候好適合飲牛蒡、核桃、淮山、紅蘿蔔豬骨湯。牛蒡加紅蘿蔔可以清熱解毒、緩解暑熱煩躁。豬骨加核桃咧可以滋陰潤燥，補充夏季流失嘅元氣。可以用豬骨或者排骨400到500克，鮮牛蒡1條，核桃30克，乾嘅淮山30克，或者鮮淮山200克都得，加30克嘅薏米，加條紅蘿蔔、生薑3片。以上嘅份量咧係適合一家4口噶。呢個湯咧味道清甜，帶啲堅果香，適合全家人4季飲用噶。尤其適合熬夜啦、脾胃虛弱啦，或者需要增強體質嘅人，可以改善疲勞、增強抵抗力，並且有祛濕潤燥。我哋推薦咧戶外工作者啦、經常坐冷氣房嘅人啦、容易上火嘅體質嘅人。